连来发子10几日天鸡头米，这里只结冰个子。现在要喊喊就出去扇扫子，搓麻将、唱歌、蹦擦擦，我还吃2顿，上了太阳广场待着。据说一高峰送麻豆国待天堂。上海开至5、6饭店，排排客满，收最单子那哈么上去之后写的着。你到你在来想着呀？来扇扫啊？高子退休工资多啊？没呀，我。你也搞捐了了啊？我到底8多点。一种地方企业退休的人来买哈个，量身定做。你来了黄嘴不吃干，吃8折一个。看见一点么子，我这个回答50年支持。往日市里么工业区，往一个堂里面要结婚证的，马上要吃饭菜，吃子的娘都一口死，一口越口的呢在第一里。80后没感觉噻，90后根本不晓得。哎，就是去块臭炭。哎，那我个摊路能谁会的啦？以前到过个。啊是个，哎，一当98块一个人，98块臭炭。你是服务员啊，小队长。哎呀，我还有红领巾嘞。哎呦，一当一个中队长。些辰光海外的一切，辣海一点红头老女身上，顿时变成工资一场鲜花。据说一个地方全部扫门口是等3500个人，天天跟组汇帮一台会是啥个概念？露台浪向买下去，侪是啥路商业街、红星农场、拖拉机、向日葵。虽然太阳辣花花，但是心里安康的。娘头皮里挨出来这几年，总算风熬到上山下乡。哎哟，一个圈子对下来，菜也啥来着？葱鱼鸡、黄瓜、开麸、沙拉。班菜里向一个菜，班菜样毛里不抓着一个菜完。黄瓜、沙拉。哎呦，就吃黄的，是的哈。营养嘛，我最放心的。你让我发出口交代，你粉丝来干，你到市面几个人粉丝满意，我才最开心。一直摆下去，不能3个人碰到一再成功，对吧？菜落上来再，个人还不来，再看看，衣衫透视。那么夜里个菜也是不同样，一个人就个98块，对，一道要亏他个叫哈。都是3人的哇。哎，保利东西，你是啥？你是这个来的呀？我是跟班。跟班跟来班。你要鱼跟班呀？鱼跟班侪是的，生活做红利了，班是给他的啊。不是啥事，头皮是真的脑子。哎呦，我又弄我忘了。哎呦喂，那个98块是本个谁才吃得出来哇？肯定。啊，有一点菜啊。哎，那个得了，那就买了点菜。忘记他个菜，研究研究是一个事体。我整年30年关进，等来的才是为什么？不要保养的。那个鸡皮货哪能倒个价？还不是鸡皮货，还是靠红货。牙渣。牙渣的是来。您跟叶总是同学啊？你到2人动作啊？对。到哪2个男人什么一样？一般动作来一男人去管。手干什么对着你啊？小三这所谓3季没人吃完。再来一块，我吃自己碎了对，我那像种洋鸡不最好吃的嘞，这个好吃。你快点上一上，一到这来不讲，洋鸡口是满风熏。是怪，还是你多个5头汤里会爆生啦。爸爸，你是非我懂得反派子，所以人家不说的坏出去，为啥派得上狼啊？对，而且现在在唱歌个地方来看看，甚至还不晓得嘞。是的呀，我现在先来看扮相，等下来去看身子。那里向是去莫海手看你一个人，听说到有35只扮相噻。这是每一桌只有一只扮相。哦，用我的话的，那个不听没喊个，吃孩子鲜花，耶！每种不就是缺少2个烂头子。